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Dexter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間喺 Richmond 高尚社區 Riverdale 區嘅優質學區獨立屋5871 Forsyth Crescent。呢間屋建於2010年，總佔地7200幾尺，室內面積接近3400尺。樓上有4間睡房，樓下仲有一套獨立出入、一房一廳嘅合法出租單位，非常合適出租或者自住。屋內設備齊全，中央空調、地熱、鮮風系統、安保系統一應俱全，住起上嚟非常之舒適。另外到所屬學區 Thompson 小學同埋 Burnett 中學都係只需要幾分鐘路程，非常方便。好，我哋依家帶大家嚟睇下室內啊！當然業主係特登揾咗一個歐洲建築師團隊操刀設計同施工，所以成間屋無論係從用料、細節到整體佈局，都屬於相當罕見、質素極高嘅歐式精品豪宅。一入門口，首先我哋見到嘅就係超高樓底嘅前廳同客廳，俾人一種非常之大、闊落、大氣嘅感覺。旁邊嘅主餐廳可以擺得落10至12人嘅大餐台，逢年過節請親戚朋友嚟聚餐都絕對坐得落。早餐廳呢個位置呢，係設計咗一個雙開嘅玻璃門，可以直接行出去室外帶遮擋嘅一個大露台。無論係落雨好天定落雨天，你都可以喺呢度嘆翻杯下午茶，或者同屋企人喺度 barbecue。家庭廳採用咗弧形挑高設計，配合大面積嘅玻璃窗，可以直接欣賞到後院景觀。另外後院嘅天然樹牆亦大大增加咗室內嘅隱私度。唔同於一般嘅其他出租單位比較陰暗，呢個出租單位就有非常之大片嘅窗，所以無論係出租或者俾屋企老人居住都非常之合適。上到嚟2樓，全層都係實木地板，泥頭口呢個位置呢，特別加設咗一個天窗，令到本來可能會比較陰暗嘅過道呢非常之光猛。另外得益於前後廳嘅雙挑高設計，令到2樓嘅壓迫感大大咁減少咗。2樓每間房都巧妙咁分佈喺唔同嘅位置，私隱度好高。嚟到主人房，空間非常之闊落，有步入式衣帽間，主人浴室配有雙洗手盆、蒸汽淋浴間、按摩浴缸，喺屋企都可以享受到5星級酒店級嘅享受。今日介紹就暫時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或者親身體驗下呢間屋嘅空間同質感，請隨時同我哋預約睇屋，唔好錯過。我哋下次見。